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好高興同大家分享一個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題目。演算法究竟點樣影響我哋每日嘅衣食住行、消費、於溺、購物等等所要付出嘅成本？直開始之前，我想先簡單解釋列也細演算法，用最顯白契說話講演算法，就細一套電腦程式，去為收集我哋上網嘅各種數據，例如瀏覽習慣、消費記錄，甚至手機型號同手機狀態，然後透過複雜嘅計算推測我哋嘅行為模式同消費意願，最終決定向我哋展示邊個價錢。換句話講，我哋每一次趁掣、每一次搜尋，都可能成為強調整價格嘅依據。呢種技術越嚟越普及，由籌早搭車返工到夜晚上網買飛遞表演，背後都有演算法直道運作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剖析幾個常見嘅例子，並探討我哋可以點樣應對。第一部分，乘車應用程式嘅動態定價。首先講一個廣為討論嘅例子， Uber 等叫車平台嘅動態定價。大家有冇識過藉手機電量偏低嘅時候叫車費限車費特別貴？其實呢個病非偶然。根據2016年 Uber 經濟研究主管披露嘅資料，當用戶手機電量低過20%時，佢哋接受叫高車費嘅意願為明顯增加。原因好簡單，電話就快冇電，用戶為感到焦急，冇時間慢慢格價。演算法就捕捉到呢個緊急信號。除此之外，演算法亦會分析其他行為，例如你重複打開程式、頻繁查找相同路線，或者一見到價錢就即刻確認訂單。呢啲舉動都為令系統判斷你處於急切狀態，從而提高報價。研究顯示，呢類用戶平均要多付15%至30%嘅車費。若果每月乘搭10次，一年累積額外支出可能達2-3千蚊。即使 Uber 對外宣稱未有直接使用電量數據，但其他行為指標已足以讓演算法作出類似判斷。因此，我哋藉叫車之前，先確保手機有充足電量，或者直見到價格上升時，稍等片刻再查詢。有時價格會回落。同時，多安裝幾個同類應用程式作比較，亦係明智之舉。第二部分，演唱會及體育賽事門票。第二個例子涉及大型活動門票，例如演唱會或者世界盃賽事。以 Taylor Swift 演唱會2022到2023年為例，門票價格值幾分鐘之內可以由18港元飆升至1000港元。演算法會根據你嘅排隊位置、等候時間以及之前嘅瀏覽記錄，營造出一種搶購緊張嘅氛圍，令你覺得機會難逢，從而願意支付更高價錢。202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同樣採用類似機制，門票價格為因應你嘅收集次數、IP 地址所屬地區以及使用嘅裝置類型而有所差異。來自經濟較發達地區，其用戶初次報價往往較高，用手機同用電腦搜尋，價格亦可能唔同。一個4人家庭若前往觀睇大型賽事，演算法定價可能令實際開支比宣傳嘅基本價格高出6000至9000港元。我會建議大家盡量藉首輪發售時購買，避免重複查詢同一場次，並可嘗試使用不同裝置或帳戶比較價格，以減少被演算法標籤為急切買家嘅機會。第三部分，網上購物平台。網購平台嘅演算法同樣值得關注。以淘寶為例，有所謂千人千面嘅機制，系統會根據你嘅消費能力常用裝置，例如 iPhone 用戶通常被識為叫高消費群，以及過往購買記錄，優先向你展示旗艦店或叫貴嘅商品，而叫便宜嘅選址則被排喺叫後嘅頁面，甚至乎直接隱藏。呢種做法俗稱殺熟。香港人叫無熟無食，即係對中時客戶反而提供較少優惠。拼多多則採取另一種策略，對新用戶發放大量補貼同埋折扣券，但對舊客戶則逐步減少優惠，鼓勵佢哋邀請親友限一刀以換取減價。呢種做法利用咗用戶嘅社交網絡，同時亦反映出演算法對不同客戶群嘅差別對待。外賣平台如 Foodpanda、Deliveroo
亦為因應送或時堅定單立史以及居住地區而調整價格。簡單低嚟講，若一個家庭有2成使費放置網上演算法嘅個人化定價，每年就為因價格奇蹟令購買者額外幣多一筆錢。第4部分，旅遊定票服務。旅遊業勢動態定價嘅先驅，至今已經發展得非常精密。機票價格為受 cookies 影響，你搜尋同一航線越多次，價錢越有可能上升，藉此製造迫切感。如果你時得清除瀏覽器嘅 cookies 或使用無痕模式上網頁，有時可以見到較低價格。此外，使用唔同型號嘅裝置，例如 Mac 機對比普通個人電腦以及瀏覽器，亦好可能影響顯示嘅價格。酒店預訂平台如 Booking.com、Agoda 經常顯示只剩2間房、最後1間等等嘅信息，但類分析未必反映真實庫存，而係由演算法計算之後 AI 製造嘅稀缺感。價格亦為因應你嘅所在地、過往預訂記錄以及瀏覽時間而變動。有消費者早知發現，同一間酒店房間價格差異可達400至1200港紙。價錢嘅高低好多時取決於你細心客定走客，用手機定電腦身處邊個地區以及幾點鐘進行收集。因此，訂購旅遊產品前，建議清除瀏覽記錄，使用多個裝置及帳戶比較，並選擇值星期2或星期3呢類非繁忙時段進行預訂，因為演算法即手段時間通常為調整價格。第5部分，保險及金融服務。保險業同樣廣泛應用演算法。以汽車保險為例，即使你從未發生意外，信貸評分依然為影響保費。演算法將信貸評分同索償機率掛鈎，變相對財政狀況較弱嘅人士施加更高費用。有美國研究顯示，安全駕駛但信貸評分較低嘅司機，每年平均要多付約12000港元。藉香港居住地區亦可令保費出現高百分比嘅差異。演算法甚至為分析社交媒體活動、購物習慣等非傳統數據幫消費者分類。呢種數據標籤可能導致貧窮成分，即經濟上較弱勢嘅群體，反而要承擔更高嘅保險成本，每年額外支出可達數萬港元。第6部分，自我保護策略。雖然我哋無法完全避開演算法，但仍可採取若干措施，減少不必要嘅支出。通用建議進行網上購物或者預訂前先清除 cookies， 或者使用無痕模式，使用不同裝置及不同作業系統比較價格，避免短時間內重複搜尋同一程產品或服務。善用價格追蹤工具，設定價格下調提醒。針對乘車服務，確保手機電量充足20%以上先叫車。遇上加價，稍等10分鐘再查詢。同時安裝多個較車應用程式作比較。針對門票購買，於首輪公開發售時即時購買，避免用同一裝置頻繁查詢同一場次。常識用家人或朋友嘅帳戶及裝置查看價格。針對網購為不同消費檔次，貴價同平價商品分開使用瀏覽器或設定檔，即登出帳戶嘅狀態下查閱價格。利用比較網站或者工具輔助。針對旅遊預訂，每次搜尋後清除 cookies， 選擇星期2或星期3進行預訂，考慮提早一段時間預訂或直最後一刻先訂購。呢2個方法都有機會俾你聞到急優惠嘅價錢。總結演算法定價已經滲透我哋生活每個環節，由乘車、預訂、購物、旅遊到保險，無一例外。奇地透過分析我哋嘅裝置行位、歷史記錄同緊急程度，精準地計算出我哋願意承受嘅最高價格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急感往往代價高昂，忠誠有時反被懲罰，而資訊不對稱令企業擁有極大定價權力。作為消費者，我哋最有效嘅防禦就係提高意識，採取理性同策略性嘅消費行為。演算法對我哋消費習慣嘅了解，可能比我哋自己更透徹，但透過學習同實踐，我哋可以扭轉呢種唔平衡，保護好自己嘅財政健康。最後，多謝各位嘅聆聽，希望大家都能夠了解演算法嘅影響，從而做個精明嘅消費者。